大型商場，兩站直達金鐘，接駁港島線、荃灣線同埋東鐵線，又有多個高級私人會所、本地同埋國際名校等。都算宜居㗎啦，而家因為有商場、有食肆，又有地鐵，方便交通。我哋中意個商場咯，夠大，乜嘢都有，食又得，買嘢又得。受惠於政府大力推動躍動港島南，坐落喺傳統豪宅南區嘅黃竹坑，區內配套全面升級。其中，黃竹坑站住宅項目港島南岸第4期已經係現樓，合共提供800伙，戶型涵蓋1房至4房同埋特色單位，既有香港仔海峽、深水灣，亦都有翠綠嘅南朗山，見山望海係單位嘅賣點之一。呢個現樓示範單位850幾尺。整體開則佈局方正，盡用景觀優勢，3間睡房同埋客飯廳，劃一望向同一方向。主人房空間寬敞，放置雙人床之後仍然可以三邊落床，配合玻璃幕牆嘅設計，有助採光兼引景入室。項目所有單位浴室牆身同埋地板用料考究，分別以天然石鋪砌。廚房就劃一採用德國品牌爐具，所有4房、部分3房同埋特色單位配備酒櫃。喺我過往接觸嘅客戶當中咧，其實一般嘅豪宅嘅買家咧，佢都要求一啲名牌啊、品牌嘅效應。咁尤其是呢個項目咧，嘉里啦、信和啦同埋太古地產都係喺豪宅啊、同埋喺園藝啊，同埋喺一啲優質嘅管理方面咧，發揮得好好嘅。設施啊，同埋啲用料方面咧，都非常之講究。項目會所連公用花園，面積超過44000平方尺，提供多元化設施，包括25米室外泳池、宴會廳、健身室同埋開放式遊戲玩樂區等。喺區內嘅租務嘅需求咧，其實都好活躍嘅。一般嘅租金咧，就都係去到70-80蚊都有嘅。咁亦都好快咧，放租咧，差唔多2-3禮拜咧，亦都可以租得出㗎啦。咁個回報率方面咧，都去到3-4厘嘅。咁亦都係豪宅裏面係提高一線。咁喺咁可觀嘅租務支撐底下咧，其實個樓價咧亦都非常之穩定嘅，亦都係提高一線。